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6月24號，市場仍然關注聯儲局嘅利率動態。新任主席沃什領導之下，聯儲局立場明顯轉鷹，官員上調咗核心通脹預測，預計通脹要去到2028年底先至會回落至到2%嘅目標水平，亦都放棄咗提供利率前瞻指引。意味住未來市場波動性可能會增加。不過，美國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，即使面對中東衝突同埋油價上升，消費者支出一啲都冇減弱。名義同店銷售增長加速至到7.8%，係2022年以嚟最快。就業市場穩健同埋工資增長為經濟帶嚟支持。我哋相信好多嘅投資者可能因為太專注 AI 概念，而忽略咗呢啲廣泛嘅經濟實力信號。市場流動性亦都係非常之充裕，家庭現金配置比例仍然接近11.6%。呢啲場外資金為股市提供咗強大嘅購買力。數據顯示，自2020年以嚟，股市每次調整之後嘅反彈都變得越嚟越快。基於呢啲因素，我哋相信股票嘅表現會好過債券，並且傾向增加更加多嘅風險資產部署。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